喂，老豆，你做咩唔玩電話？而家個個都喺度碌片，你拎住支筆喺度填嚟填去咁。唉，你識啲乜嘢啊？呢個係世紀經典填字遊戲。填字遊戲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由紐約世界報嘅編輯阿瑟韋恩首創發表。後嚟紐約時報亦開始刊登。二戰期間，填字遊戲仲可以緩解人們因戰爭消息帶嚟嘅壓力，深受大眾喜愛，就此風靡全球。犀利嘅！哇，原來咁有來頭㗎！但係呢份唔似普通嘅填字遊戲喎。梗係唔普通啦！呢份係國際友人與中國抗戰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填字遊戲。我又要參加？唔簡單㗎噃，你識咩？老豆話上面有個曲㗎嘛，你數一數，睇片揾答案就得㗎啦。係咩？活動日期由即日起到2026年嘅9月30號，大家可以前往工聯屬下以下嘅單位領取表格，亦可以喺工聯官網下載表格，填寫完畢後喺9月30號前交返工聯屬下嘅單位，就有機會贏取禮物㗎啦！工聯有好嘢，梗係要 share。